早起新闻，我是柯兴竹。节目一开始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伫明仔要出国访问，这是伊上任了后头届出访，伊要去访问帛琉、图瓦卢加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在友邦。路透社即马是报讲，中国有可能伫12月初6，赖总统结束访问的这段期间，伫咱台湾的周边进行军演。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摆出国访问，要伫30天开，除了访问南太平洋友邦，包含马绍尔群岛、图瓦卢、帛琉，也无排除照管理过境夏威夷或者是关岛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台湾区域安全官员评估，中共可能借机会发动联合利剑，以控制数次军演。台湾当局领导人所谓过境，本质上是以外谋独。任何企图制造一中一台、两个中国等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行径，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。对中国可能在赖清德12月初6结束访问的前后期间，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演习。总统府回应，中国作为区域的一部分，那照台湾总统出国访问做借口发动军演，是公然挑战区域和平稳定现状。国防部是表示，国军有信心确保国家安全。任何蓄意制造台海紧张情势的做法，都会对区域安全造成实质的威胁，也会破坏和平稳定。那么这些都不是两岸民众跟国际社会所乐见，也不是负责任现代国家应该有的表现。国防部强调，国军用无相关冲突，无引起争端做处理原则。不过面对敌情威胁，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，严密整合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，各检派适当的兵力来应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